去年三月警戒时阵，苗栗县长徐耀昌伫面册宣布，苗栗县的外籍移工禁止出国，引起外界批评，讲这是侵害人权。今日监察院针对这件代志，对苗栗县政府提出纠正。另外，监察院认为讲，伫疫情期间，移工要收到相关的资讯有较困难，认为劳动部伫这部分要欠点，也要对劳动部提出纠正。苗栗县长徐耀昌去年6月初7三级警戒的时，伫面册宣布，因因工厂群聚感染，全县的外籍移工除了上下班以外，全面禁止外出。而被监察院对苗栗县政府提出纠正，表示苗栗县政府颁布这项规定，并无明确法律授权，应该依照指挥官的指示。来办理。传染病防治法第48条呢，他说，以这个传染病病人有接触或者是疑似被接触的可以留置哈。可是问题是，苗栗县政府针对的是全县的移工。我们县政府是虚心接受啦。那未来我们也会依照这个监察院的意见，我们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讨跟改进。另外，监察院认为，在疫情期间，劳动部欠缺甲移工沟通的管道，虽讲有设置通讯软体口罩发布相关资讯，不过加入的人数只有全体移工人数的22%，而且甲台湾人得到资讯的时间有差别，所以也对劳动部提出纠正。移工就不知道确诊者有足迹重叠哈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赶快出来接受筛检哈，或者是对这个疫苗的资讯以讹传讹啊。移工的过度管制，造成他们健康权哈，他们资讯权的一个侵害的时候，国际媒体、国际人道组织对我们台湾的批评依然是很严苛的。我们也会继续努力，看在讯息的提供上面如何来做强化。监察院补充，今年这月也有发现其他县市有移工互雇主禁止拜6礼拜外出。除了纠正苗栗县政府甲劳动部伫外出禁令、移工居住环境、移工失联等等部分，监察院也请指挥中心、劳动部移民署爱检讨改进。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。